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。今天早上呈獻嘅4首詩歌係參照詩篇42篇同埋43篇。呢兩篇詩原屬一首係可拉後裔嘅訓誨詩。讓我哋透過詩歌一同進入詩篇作者嘅心路。詩篇42篇第1節：上帝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我的心喺呢首詩裏邊總共出現7次，7代表完全。敬拜上帝唔可以三心兩意，必須全心全意、全力以赴、盡性而為。如同鹿切
篇42篇第2、第3同埋第10節。我的心渴想上帝，就是永生上帝。我幾時得朝見上帝呢？我晝夜以眼淚當飲食，人不住地對我說：你的上帝在哪裏呢？我的敵人辱罵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頭，不住地對我說：你的上帝在哪裏呢？你的上帝在哪裏？今日我哋喺呢度敬拜上帝，上帝是否在場？我哋嘅心又是否喺度呢？假若我哋心不在焉，即使上帝臨近，我哋都會對佢視而不見、聽而不聞、食而不知其味。人點解會心不在焉呢？因為憂悶佔據咗人嘅心，因為煩躁佔據咗人嘅心，因為恐懼同貪慾佔據咗人嘅心。主耶穌話：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。我沒法掌管，也未能阻擋，但我知呢種能夠抵抗逆境嘅知識係點樣產生嘅呢？詩篇為我哋提供咗答案。首先，詩人追憶往事，數算主恩。喺詩篇42篇第4節、第6節。我從前與眾人同往，用歡呼稱讚的聲音，領他們到上帝的殿裏，大家守節。我追想這些事，我的心極其悲傷。追憶往事，帶嚟更大嘅傷痛，但詩人仍然要紀念上帝嘅作為。第6節。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在我裏面憂悶，所以我從約旦地、從黑門嶺、從米薩山紀念你。數算恩典，使詩人確知上帝嘅恩手
今日仍然守護在旁。再者，詩人喺詩篇42篇第5節、第10節同埋詩篇第43篇嘅第5節3次苦心自問：我的心啊，你為何憂悶？為何在我裏面煩躁？詩人再三省察，自覺良心無虧，就向上帝呼籲。詩篇43篇第1節：上帝啊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不虔誠的國為我辯屈。求你救我脫離詭詐不義的人。透過數算主恩同埋自我省察，詩人重新認定耶和華係佢臉上嘅光榮，係佢嘅上帝，係佢嘅磐石，係賜佢力量嘅上帝，係賜佢生命同埋夜間歌曲嘅上帝，係永活嘅上帝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你的上帝在哪裏呢？詩人嘅答覆係：我的上帝活在約旦地、黑門嶺、米撒山，也運行在瀑布裏、深淵中，在波浪洪濤之間，他永活我心。絕處，你要佢數算主恩，你要佢自我省察，實在係好難嘅事。除非上帝主動使人回轉，所以詩人最後咁樣禱告，詩篇43篇第3節：
求你發出你的亮光和真實，好引導我，帶我到你的聖山，到你的居所。當絕望嘅心被上帝甦醒，讚美上帝就成為詩人走出絕境嘅唯一動機。喺詩篇43篇最後2節，詩人話：我就走到上帝嘅祭壇，到我最喜樂嘅上帝那裏。上帝啊，我的上帝，我要彈琴稱讚你。我的心啊，你為何憂悶？你為何在我裏面煩躁？應當仰望上帝，因我還要稱讚他。他是我臉上的光榮，是我的上帝。每一次上帝扭轉一個人嘅生命，將哀歌化為讚歌，都係一件令人難以明白嘅神蹟，但卻係上帝兒女嘅共同經驗。主啊，今日你嘅眾兒女還要讚美你，永永遠遠稱謝你，因為獨有你配得至高嘅讚美。阿門。你越將你